哦，对2020年的3月1日开始，就禁止进口，嘛禁止甲买卖新市比特犬哦，违法上济是当罚25万，狗仔卖红掠起来。农业部是强调讲，即马相关的管制已经有够，重点是主人带狗仔出门，应该就爱遵守相关的规定哦。今仔解破新闻，咱就请一爱为咱来整理这几档来，咱国内对比特犬相关的管制。是主播解破新闻，我是志坚，继续来关心比特犬跳车窗去咬人的事件，这是引起社会关注。台北市动保处是认为讲，这个比特犬连续2届拢冲出咬人，嘛代表讲这饲主是无法度甲狗仔管好好势，狗仔都爱甲强制甲带走。那经历最近这几年比特犬咬人的意外。敢若伫2021年下半年，就2个人去假死。首先是伫10月新德县一只比特犬假死饲主的朋友，这个饲主嘛去依照过失致死来判5个月，会当假追2年。因为这只狗仔是去强制带走，一直关到去年底，才找到屏东的一间私人狗舍愿意来代养。另外一件是发生伫咧12月，一只比特犬伫咧屏东县是驾驶厝边的囡仔，这饲主是共款是依照过失致死来上班，狗仔是先送去屏东县的中途之家，然后才找到台北的主人家愿意来代养。咱而且都要特别来注意讲是安怎是讲代养，唔是领养呢？事实上，伫咧农业部2022年3月1日开始，就公布比特犬的禁令，讲禁止养饲、禁止进口，嘛关制来拍证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全国所有的饲主拢都要强制来登记，包括讲你饲的所在，若是这中途有买卖甲转手互人，这狗仔即马是生也是死，都拢爱来报备的。也就是讲，目前全国敢若是有指定人、有登记的人，才会使来饲比特犬。另外一方面，若是这比特犬有伤人去用强制带走的，即马这狗仔所有权都要归户这地方政府的受用单位。因为即马目前这法规限制，都袂使来开放领养，嘛是要限制有饲过的人，才会使来代养。这代养其中的政策，也就是讲，这只狗仔袂因为是你饲的，就算是你的，也是爱归户受用单位。不过，面对这种比特犬的攻击事件，法律的规定也是咱最后的一对防线。主管单位是不是会当提供正确养饲知识，甲饲主敢是会当担当会起这教养狗仔之责，这也才是有效来减少比特犬咬人事件的关键。以上也就是今日解破新闻，从镜头到登去主播。